5月28號星期三晚，跑馬地安排咗9場夜馬舉行。頭場6點40分開跑，谷草呢次用私家三欄作賽，私家三欄排檔不拘啊，前次同埋始終係有優勢嘅，長途留後踏都 OK 㗎。本台而家仍然未有盈利廣告收入嘅，請各位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。喺轉賬說明嗰度記得填入閣下嘅電話號碼。新馬季開始會經 WhatsApp 或者 WeChat 會精選一場貼士俾大家。星期三有幾陣狂風雷雨，大家臨場留意下場地。馬會現時掛緊呢個好地牌嘅。第一場5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中意10號飛躍海船，希威森騎啊！飛躍海船喺舊年10月贏咗一場之後呢，一路到而家冇表現嘅。最近北上重發，特訓咗37日，狀態操翻起㗎，馬有火有力嘅。配腳要11號全風飛揚、1號瑞高同埋6號欣樂人生。第二場5班1200米賽事，我中意隻12號萬事靚何銘年騎啊！最近半年跑呢個田草賽事表現不佳啊，上仗轉過嚟跑翻谷草1200米，後上輸半個馬位跑到第二嘅，狀態翻返嚟㗎啦。呢場配腳9號進優自在、7號聖神威同埋11號木火同名。第三場4班2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8號幸運同行，阿楊明倫騎嘅。幸運同行嚟香港跑15次賽事，直到最近連跑2場2200米賽事，一個第二最近一場我攞個第一。趁馬有狀態可以做膽。6月10號客家之光、9號進城區同埋2號八進笑聲。第四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中意10號節節有福，阿田代安騎嘅，嚟香港跑8次馬，喺沙田1200米跑一個第二，最近一次喺谷草1200米以短頭位又跑個第二啊！馬有好狀態，配腳要7號鄉村樂韻、6號鼓浪好友同埋8號比特星。第五場4班1650米，呢場我要1號型好威風做膽，梁家俊騎135磅排第3位。型好威風啊，4歲馬，最近連跑3場私家三欄嘅1650米，3場都係跑第3，都係輸個零馬位以內㗎。神科積極磨練，嚟緊個禮拜3日跑杯賽㗎，希望同馬主攞翻個杯啦。呢條片係4月2號谷草1650米私家三欄，同嚟緊禮拜3一樣嘅。紅色箭嘴主要嗰隻就係型好威風啦，連續3次都係跑第3嘅。咁第五場我要翻1號型好威風做膽，腳拖6號銀藤、8號肥仔精神，拖埋11號連連歡呼。第6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4號好節拍，阿周俊樂騎啦，跑咗5次谷草1200米賽事，攞咗2個第二。賽前有周俊樂插騎試呢個1200米大閘啊，出閘快放試呢個前速嘅，禮拜3晚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2號勁進非凡、10號電信驕陽同埋1號加州得力。歡迎免費訂閱 Win 加加，先按訂閱再按響鐘，到時就有片通知到你㗎啦。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多謝晒。第7場3班1650米賽事，呢場中意5號非凡豪傑，阿班德里騎嘅，最近跑咗4場1650米就攞過1個 win 2個第二。星期日快跳神態活躍下，馬有火有力。配腳要6號聖意、4號銀進，要埋隻7號建測群英。
第8場4班1650米賽事，呢場我揾1號追風做膽，梁家俊騎13磅排12位。追風上仗4月30號跑到曲取1650米，又係私家三欄，後上就攞個第一啊！北上從化特訓咗18日，馬狀態一樣咁靚，因為阿潘頓停賽換咗梁家俊，仍然可以坐位望贏。呢條片係4月30號，谷取1650米賽事，私家三欄啊，同嚟緊禮拜三一樣嘅。紅色箭仔指住嗰隻就係追風啦，出閘喺6、7位啊，翻到嚟一條直路，感覺晒。第8場我要1號追風做膽，腳拖4號好好分，8號飄字同埋7號艾比奧。第9場3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3號朝朝醒做膽，巴道騎132磅排第5位。朝朝醒跑呢個路程贏過4個邊4個第二啊，上仗就輸咗俾天竺馬半個馬位攞咗第2。賽後北上從化特訓咗18日，馬狀態仍然係勇邁嘅，呢場可以作膽。呢條片係4月30號，谷草1000米賽事，都係私家三欄嚟㗎，禮拜三一樣。貼住欄紅色箭嘴貼嗰隻就朝朝醒啊，淨係出閘喺度2、3位嘅，又係巴道騎啊。咁第9場要3號朝朝醒做膽，腳拖10號超霸勝，2號魅力寶區同埋5號川河洞區，連贏位置 Q。第5場1號型好威風，拖6號銀藤，拖埋8號肥仔精神。第8場1號追風，拖4號好好分，拖埋8號飄字。第9場3號朝朝醒，拖2號魅力寶區同埋10號超霸勝。6環彩投注。第4場10號節節有福，第5場1號型好威風，第6場4號好接拍，第7場5號非凡豪傑，第8場1號追風，第9場3號朝朝醒。三寶投注，三寶第3場啊，8號幸運同行同埋10號客家之光。第4場7號鄉村樂韻同埋10號節節有福。第5場1號型好威風。三寶投注第2口啊，第7場5號非凡豪傑一隻。第8場1號追風同埋4號好好分。第9場3號朝朝醒同埋10號超霸勝。本台而家仲未有盈利廣告收入，請各位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多謝。下期再見。